场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但我始终相信你是。
乐在。感谢大家，相信我们在天上服侍的主啊，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时候，在今天的晚上，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殿中，在你的面前，向你来敬拜，向你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看不到你，摸不到你，听不到你，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一直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支持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愿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向你来开口祷告，向你来开口敬拜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来带领我们，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让我们更深的与你同在。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赋，信实的天赋，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使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信实的天赋，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
紧跟随我救主。美好的救主，我们主耶稣，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是我们在黑暗中照亮生命的光。你是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是那条道路，那条通往永恒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在面对这黑暗的世代、惊恐不安的世代，你是平安的主，你是能够让我们安歇的主，你是引导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溪水旁的主。你也是在我们缺乏当中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主。主耶稣，你太丰富了，求你自己启示你自己，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亲近你。谢谢主，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期待你的悦纳，期待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期待你的同在。每一次我们的祷告，我们都呼求，我们都期待你在施恩宝座面前悦纳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供应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愿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垂听我们能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主，是透过这本思念神的名。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至高神，至高的上帝。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句有一个字叫 Elyon， 这个字就是在称呼至高或者是被高举的那一位。那他强调，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这个 Elyon， 我都去听那个希伯来的圣经真的很难听呢，就要仔细的听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那在新约的时代当中，耶稣被认为他是至高者的爱子。那圣灵呢，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象征，就是要赐给我们有从至高者这样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追随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启示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这位至高者的儿女，那你有这样的靠山所以当你很清楚这位你所倚靠的是至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没有一个神能够取代他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敬拜什么？敬拜有全能，然后我们也认识他的怜悯然后没有一个神明的主权是能够高过他。在尼布甲尼撒他自己在望着天，然后他说：“我的聪明归于我。”然后他在称颂这位至高的神。最近牧师在预备这个耶利米书其实后面就提到，就今天我在读到说，巴比伦虽然神使用它，但是如果没有照神的心意来走的话，最终还是要灭亡的，还是要臣服在这位至高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要来赞美这位神是他直到永远，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是直到万代。所以当我们宣告说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慈爱直到永远的时候，那这样的信实，这样的慈爱就会跟随着你。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在但以理为他解梦的时候，
它说明了当人类忘记谁是天地间的至高者的时候，那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哈。那在但以理里面，这个亚兰文哈，这一个字哈，那等同于希伯来文的 El Yom， 这样的一个被称为至高神哈。那我们来看这一些的经文哈，这些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好，我们要来赞美这位神，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至高者哦。那掌管时间，我们的生命的掌权者，那他是自有永有的永活的全能真神。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这位你所认识的、你所依靠的、你所顺服的这位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身为渺小的人是被你所造的，但是主啊，我们竟然可以来认识你是这位创造者，主啊，你是这位至高者，主啊，我们是如此的卑微，但是主啊，你在那高位上，主啊，你不把我们撇弃，主啊，你甚至主啊，你把我们造的以你的形象来造我们，以致主啊，我们可以来赞美你，以致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啊，你透过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主啊，能够来更认识你。当我们更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主啊，你是这一位万王之王，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是掌管万有，你是从过去、现在甚至到未来的主。主，我们仰望你，每一次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把我们抬高，主啊，你就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满心感谢，甚至我们赞叹，主啊，你是这一位造物主，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主啊，你也创造我们，主啊，我们是这个被造者，我们竟然可以按照你的形象是被你所造的，以致主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致我们知道来认识你。主，我们每一次来更多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主啊，你把那美好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你看我们为甚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这一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主啊，你是这位至高者，主啊，你总是在那至高者的位置上，主啊，你来眷顾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印下是被你庇护，主啊，而不是你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没有，主，你每天提我们的名，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主，你看我们如同你眼中的同人，你如此的贵重珍贵我们，如同你掌上的明珠。主啊，谢谢你，再一次感谢赞美你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是这一位愿意亲近我们的主，你是这一位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来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环境所有的这些搅扰，我们就看不见这些环境要拉扯我们的，我们唯有看见至高的你。主啊，至高者是我们要来颂赞的，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来感谢赞美这位神，也来承认我们的软弱。那至高者这个用来称颂，就是说在迦南诸神当中最高神的头衔那被希伯来人来挪用叫雅卫这样的头衔。那他强调他的卓越性El 用这样的一个名字第一次使用是在和撒冷王麦基洗德有关那他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那他并为他就奉至高神的名来为亚伯兰
来祝福。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4章18到20节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士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2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的主师。因为你耶和华是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我们要赞美感谢感谢这位超乎万民之上的，他是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代代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领受他的爱。我们要现在我们感恩，因为他亲自向我们来彰显他的慈爱。那他也让他的公义信实全能的主用各样的方式，能够将他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来赐给每位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承认，真的在我们的有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目常常注重在肉体或是这些外在物欲上面眼目的情欲。那我们恳求主来赦免我们。有没有任何使你不能够效法基督的？比如说今生的骄傲，我们恳求神来认罪。今天我在预备这一些的迦南之声在家会主，其中他们比如说巴比伦，他们为什么会败亡？其中就是一个今生的骄傲，他们自大骄傲。那这个是导致他们灭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恳求上帝来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有今生的这样的一个骄傲自大，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赦免我们。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总是有赦罪之恩，叫人知道你是主。主啊，唯有我们你被你光照，主啊，我们就来回转，主啊，我们就停止我们的恶，主，我们就来转向你，主啊，甚至我们把我们过去主啊不蒙神你喜悦的，主啊，我们就把它修正，我们来改过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是怜悯的主，你更是全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上，主啊，我们每一天，主，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来感谢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是这么不配，但是主啊，你的恩典，主啊，你竟然来看我们为宝贝，主啊，你来使我们真的是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站在主你的殿中，我们可以来祷告，是你的恩典。谢谢主。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正如你的话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主你让我们有家，你让我们住在你的荫庇之下。主，但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明白什么是至高者。我们好像以为你离我们很远，我们好像以为你很大，大到我们无法认识。我们好像以为你拥有权柄，我们毫无能力。主啊，但是你用你自己一切的奥秘向我们彰显。让我们认识这位高过我们意念的神。我们如此难以认识你，靠我们自己的确是不行，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你，很多时候我们也以为我们是那正义之士，以为是坐拥资源的，以为是那个极具优势的。主啊，我们真是多看了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
因为至高者就是能够有全视线的主，能够看见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能够看见我们心思意念，能够看见我们手所做的工。主，你一一鉴察，你也一一保护，你一一保护，主，你也一一管教，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荫庇之下。主啊，我们要来转向于你，我们要恳求主你不离开我们的面，我们要恳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自己走出你的家中。主啊，如同你的话语所说的，你要我们住在你的荫庇之下。当我们坐下，主啊，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尊自己为大，我们不以为我们全都知道，我们要来依靠你。主，我们就在你荫庇之下。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你是至高者。主啊，你是至高者，你是我们才要荣耀的那一位。主啊，你是我们每一次祷告要回转向你的那一位。主啊，你是那一位在我们困苦的时候，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在我们拥有资源的时候，你都是至高者。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让我们不只是相信而已，让我们不是拥有信念而已，更是求主教导我们如何走向至高者。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感恩认罪，再次的感恩，在感恩中又发现主你的荣耀是如此美好，我们要更多的来亲近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实体跟线上的祷告，每一次祷告我们就再一次经历全能者的荫庇之下如此美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我们先用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我们要认识说，我们的国家依靠的是谁？那我们为着我们执政掌权的，为我们总统文武百官，知道如何敬畏神，他就使我们脱离这一些的灾难。那我们特别为了我们国家在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能够认罪悔改，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还是自相的攻击自相的这样的摧毁，我们恳求神怜悯怜悯，不要为了选举就互相的攻击，不要为了权势就地位就互相的攻击那我们为了这些的疫情的降级，那我们真的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几天也是陆续有在恢复今天本土一例。那我们恳求神真的是继续伸出他施恩的手，特别是在我们做外交的我们要面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威吓内政我们彼此的争斗。那疫苗现在有了，但是还是有话说打这个不好，打那个不好。那我们看到这些医疗物资，神真的是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关关难过关关过，那真的是要感谢上帝。那求神的平安他的平安代替恐惧。那现在最恐惧就是什么？打疫苗会怎样呢？今天有一个 AG 说打完之后用叶克膜这样那我们恳求上帝真的是来怜悯我们执政掌权的真的有智慧，在面临各样的这一些的物资的调配那降级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民众，我们还是要真的是要为了这防疫来出力
然后为了这些的医护人员，他们的体力、他们的医疗设备，因为现在 BNT 或是莫德纳进来，它要比较低温好像零下80度，整个那个运送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有冷冻的设备那因为疫情，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商家、很多的店都关门了，生活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要不要降级跟安全的当中的取舍？那我们恳求神兴起更多这些的基督徒站在这个国家的破口上面不管是内政外交，或者是我们真的在整个物资上面医疗的设备等等，我们恳求神继续施恩保护看顾台湾这块宝岛，愿他的荣耀充满在这里，愿他的平安赏赐给这地的百姓，也祝福这地的土地能够真的是因着人悔改，土地也要被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台湾这个国家来向你献上感谢。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能够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也要举手为这个国家来代求，因为你看见人心的败坏，你看见人心的自私，你看见人心的软弱，你也看见人心的需要。主，我们要为这一地的百姓来向你祷告，求主你赏赐国民百官执政掌权者有公义的心、怜悯的心，有冲出来的智慧、知识，要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在治理这地上有充出来超过人所想象的智慧，又冲出来那真神怜悯的心肠。主啊，我们也要为这地的百姓，特别这些在防疫的人员，主啊，求主你继续的加添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持久战。求主你保守那个良善的信念，要持续的在台湾这块百姓、这地的每一个人身上呈现。恳求主你来带领，因着疫情所影响到的，主啊，无论是经济、政治这个情境，特别是对打疫苗的恐惧，我求主你亲自的来掌权，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你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是一切帮助的源头。当我们面对困难和重担时，感谢主，你帮助我们向山举目，向你的宝座仰望，让我们的眼目信心重新对准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台湾疫情缓解、降级警戒，并持续稳定。求主赐给我们国家政府有各样的应变智慧，让疫情能持续控制，不再反弹，让人民与政府能同心团结，对抗多变的疫情，让感染人数能完全的达到零确诊。同时也要为疫苗的供应充足求神为我们预备，让全国上下人民都能够施打疫苗，让施打疫苗能普及化，增强全国人民的免疫能力。我们也要为台湾的经济来祷告，纵使因疫情关系，许多行业受到冲击影响，但神你的慈爱、信实、恩典永不改变。你调度一切的资源来帮助我们面对危急的行业，兼顾他们，使他们在危难的日子仍然可以刚强站立。宣告你是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神，透过政府各样的纾困政策来止住各样的困乏，使他们在这段期间仍然持续有工作。同时我们也要为台湾的经济祷告，纵使因疫情关系许多行业受到冲击，但神你的慈爱、信实、恩典永不改变。我们恳切的求主，你让各样的政府纾困能够纾困的政策能够止住各样的困乏，使我们在这样子的疫情当中，各行各业都能够在财务上面都能够不受到影响。求主你的恩惠慈爱释放在台湾，在艰困的期间中，各行各业互相帮补，成为彼此的祝福。良善公义在台湾各地展开，爱的循环成为祝福台湾下半年整体经济是不衰减，
愿神大能膀臂坚固我们各行各业手所做的工，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手所做的工尽都亨通顺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还有肢体来祷告。神使用教会能够成为这城市社区的祝福。那我们要透过他的话提醒我们什么？一起来宣告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有天父慈悲的天父做我们的典范。谁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的就是教会。那我们要成为这神透过你这个教会施恩给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要为了教会降级然后目前还是限制在100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会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礼拜，那是不是这样也会影响到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这样的一个意愿？我们恳求神除去这些惧怕的心，能够让我们有平安稳妥的心。那我们也透过各样的一个小组聚会训练装备，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那透过小组深入在各个社区，让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进入到每一个社区。那在这样的限制当中，感谢上帝也给我们有做线上这样的一个同步，还有实体，能够透过小组的牧养，也能够继续来关心让弟兄姐妹的关怀不受影响。那我们在肢体之间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扶持带导。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电视报道，就让人很担忧了，很害怕了那牧师已经打了高端，已经1个多礼拜了没有什么事那我们恳求神真的是让我们的打疫苗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能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力。那今天开学了那我们为了这些的孩子，特别是小学生，他们进入到校园，还有陆续会有国高中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开学，进入到校园的过程当中，求上帝来帮助，让这些小朋友他们能够适应，特别是小一这些的新生在读书当有智慧有从上帝来的聪明。特别是毕业了，有一些青年，他们要寻找前面的方向。我们也为着这些教会的青年，他们在寻求人生的方向，给他们在学习技能当中，真的是能够专注，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学习，他们所做能够荣耀神，使人得益处。也为了我们教会，透过社区的一些的中介管道、鼓舞班，还有家长成长班，还有这些暑假后营会培训等等，这些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这些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是用诸般的智慧。那我们如何继续看见这些需要，然后牧养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为了教会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主你所设立的教会来祷告。主，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不仅是成为那领受福音的，更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将福音分享出去。福音就是从你来的好消息，将你的话语充满在你教会当中，在每一个时代当中。当我们在每个时代，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路径里面，都能够来见证主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影响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主啊，要发挥出你话语的能力，要使你的话语来能
能够影响他们的生命。主，我们恳求主你持续的来带领，也透过教会各样的牧区、各样的事工，主啊，你亲自的要对这个社区来说话，你对你的百姓来说话，你对线上收看我们与我们连结的弟兄姐妹来说话，让人透过这个管道，要更多的来认识你，要更多来经历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慈悲怜悯爱人的父神，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你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又赐给我们权柄，让人一同管理。主，我们要来寻求你，因为我们是真的不足。在5月的疫情到如今有3个月之久，教会透过直播礼拜，还有线上小组，还有不同的社区课程，来喂养你的羊。如今疫情趋缓，教会在人数的限制当中，求神你眺望我们的心，来跟随你，来建造你的教会。求神你也把爱人的心赐给我们，常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祷，互相帮补，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强壮起来。我们要成为福音的种子跟管道，在我们个人所站立的环境当中，我们确信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在9月开学的季节当中，有许多的学生到了新环境，也有许多的新的就业人口在找寻方向。我们可以透过政府有的资源、媒合管道，让人能够尽力的开发，展现自我的长处。神你创造的我们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好，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在工作当中拼搏努力，但不忘却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生命。最后我们为了社区事工的鼓舞来祷告，让福音能够借着活动来进入人的生命，也帮助教会能够整合资源，照神你荣耀的全能得以力上加力。感谢神，让我们对准你的心意来跟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什么事是威胁你、影响你，成为你在各方面的障碍？财务上的不稳定吗？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吗？工作的困难？婚姻碰到一些的问题吗？不论你处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不管你所面对的有多大的问题，神依然高过这一些的困难，我们里面的比外面还大，所以没有任何的困难是他不能够解决的。在至高神的这样的一个庇护之下，表示说我们要回应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祷告、认罪、顺服，最终是要相信他的全能。即使你现在正面对这一些的困境，我知道你在婚姻上面、在经济上、在工作上、事业上，可能碰到这一些的困境了，但神依然没有放弃你，神依然在你的周遭扶持你、帮助你。如果你将这一些变成你一生的习惯，就是祷告、认罪，能够来寻求，然后相信他必能够在旷野开道路，沙漠为你来开江河的神，那你必定能够保持跟神之间有好的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畅通的管道，使你随时能够享受，不管是在顺境逆境当中，你能够平静安稳，你能够在缺乏当中依然有平安，你能够在别供应的当中依然持守神在你的供应里面，让他所提供的安息与平安能够临到你跟你的家庭。我们来宣告圣经中有哪一些的应许可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是神的话对我们说，当你敬畏他，你信靠他，有很多必不临到，必不挨近在你的身旁的。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站立，我们来宣告神为你来开路。我们来宣告，虽然面对崎岖的道路，神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看顾你，一直都在保护你，一直都在供应你。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来一遍，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掌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因为他一直都在，他一直都在垂听你的祷告，一直都在看顾你的需要。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不论是现场或者是在线上，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向你祈求，一起来向你感恩。愿你施恩赐福在凡敬畏你的人身上，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好，谢谢大家。